每次踏入港怡醫院 Clinical Hong Kong Hospital， 心中都滿係感恩。從確診癌症後嘅迷茫，到康復路上嘅穩步前行，呢家醫院始終以專業嘅診療、貼心嘅照顧，為我撐起一片安心嘅天地。無論係放射科細緻入微嘅檢查流程，充滿正能量嘅醫護人員嘅暖心陪伴，每一個細節都讓我感受到被重視、被呵護，正係呢份專業與溫柔，讓我對癌症康復充滿信心，亦都讓每一次復查都變成咗充滿希望嘅旅程。願呢份溫暖能傳遞俾更多病友，願我哋都能夠喺良醫與仁心嘅守護下，迎來康復嘅曙光。原來康復路上我哋從不孤單，有專業醫護嘅守護，每一步都走得更有力量。Norman， 肺癌病人關注組召集人。